主后2026年4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幸福启航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9篇第1到4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1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，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听叹上主的教示，专心找求伊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事，有遵行伊的道路。上主，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遵守。愿我的所行所做，确实有伫遵守你的规例。我重视你一切的诫命，袂抵到失败见效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感谢你。我要遵守你的规例，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？着遵行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上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你所讲一切的规例，我用喙出声念。我喜爱你的教示，亲像人喜爱大财富。我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重视你的道路。我喜爱你的命令，袂记得你的话。求你施大恩，互你的仆人，互我通遵趁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伫地上是出外人，求你毋通对我看捌你的诫命。我不时迫切羡慕你的规例，羡慕到强要奋起。你责备骄傲受咒诅的人，因袂路离开你的诫命。人对我的凌辱甲看轻，求你除去，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。统治者坐咧参详要害我，毋过你的仆人伫默想你的命令。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，是我的道书。我受拍倒，趴伫涂骹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我对你讲起所做的代志，你有应我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求你互我明白你的律例，我通默想你奇妙的作为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，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互我恢复元气。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施恩教示我你的律法。我有经真实的路，我看重你的规例。我持守你的教示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我失败见效。我要热切追求你的诫命，因为你有开我的心窍。上主啊，求你将遵守你命令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知安怎彻底遵守。求你互我有智慧，遵守你的律法，通专心遵守。求你带我行你诫命的路，这个路我真喜爱。求你互我的心归向你的教示，无向不义的钱财。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，照你的话使我活命。求你实现对你仆人的应允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求你互我所惊的凌辱离开我，因为你的规例是好。我羡慕你的律例，求你照你的公义使我活命。幸福启航。
谨守上主的律法，和诚做有福气的人，两者之间有甚物关联呢？诗篇119篇中间，诗人肯定指出，一个遵守上主律法、顺服上主命令的人，简单会行上主的道路，袂行偏路，也袂想要挑战，也是追求刺激满足，煞偏离上主的道路。一心跟对上主的人，甲上主的律法看做是性命的道路，这甲普罗大众所追求的幸福有真大的差异。诗篇119篇是一首完整的字母诗，由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建构而成，按照字母顺序，共一个字母作为字句的开头，连续8个字句述事串联起来，呈现上主律法安怎作用伫人的生命中。当人处处阅读诗篇119篇的时，可能会有哪会遐尼落长的感受，过去忽略也是跳过无读。昨日咱假使斟酌阅读这篇诗篇，毋简单通搁较深刻感受到诗人努力要甲上帝律法存放伫心中的渴望，同时搁较通强烈地意识到遵行上主的律法会为着人带来美好甲祝福。阅读诗篇119篇的时，咱通带着亲像坐船伫河道中航行，享受旅程的心情。伫咧观看船所经过的沿途风景的时，每一个字母类似彩点烟花的招牌，邀请咱落船上岸游赏，有特别的感受体验了后，搁再上船继续下一段的旅程。阅读每一个字母组成的段落的时，拢爱带着五感，也就是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感官去感受。透过默想每一个段落，互上主的律法刻点咱的心板，成做咱生命记忆的一部分。诗人面对信仰的时，毋是随时应付，也毋是算人字母做亏害，反正是发自内心想要甲上主的律法记在心中，因为安尼伊用各种方式提醒家己甲读者爱行在上主的正道，免得偏离。对字母的起首到最后一个，亲像英文字母 A 到 Z， 诗人伫一生的每一个阶段的生命现场，拢存在着上主律法的引导。诗人用无同方式的陈述，标示出一条幸福的路径。只要人定义、遵行、谨守、理解，较无学习上主的律法，就当经验到真正有福气的人生。这条幸福的河道是真实的，毋是虚拟的，也毋是凭空想象的。伫咱甲所信靠的上主之间，存在着真实的关系。当船顺着水流航行，踮这条河道，最终会来到上主永恒的圣城。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，我要诚心感谢你。诗人体会到，学习佮遵行上主的律法，毋是要让人夸耀家己的敬虔，是以纯正的心
面对上主，独独掠上主为乐为满足。特别是拥有权力的人，更较应该以维护律法的公义、公正法则为核心价值。假使为着个人利益而滥用扭曲，将会造成真大的灾难。默想，我用倒一种眼光、心态面对上主的律法呢？我用倒一种眼光、心态面对上主的律法呢？咱来祈祷，赏赐真理的阿爸爸，我要独独敬畏你，搁遵行你的话。求你予我心内纯正，无误假，无伪善，并以遵行你所立下的法则，予我活出真实美善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